各位，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來我嘅移動嘅錄音室。live 到啲吉隆坡，到啲吉隆坡，我嘅特別嘉賓呢，就是老焦，看鬼先生，老細歡迎。Hello，welcome to KL 啊，歡迎 to KL 啊。感謝，因為坐去雲頂。坐到去雲頂會會到雲頂到了雲頂，甲去南部加拉邊甲布吉丁基食江嘅湖，江嘅蝦。食江湖江蝦。食江湖江蝦。แล้วตอนนี้吉隆坡咯，แล้วหลอนจองแล้วสิว่าเราไม่ก็แล้วว่า成日接咗是幾時辦咧？等我check下先。你講話啦，當然記得咯，唔記得咯。Baluang di teras, so orang ai chui liao hun ding嘅路 MRR2，你看條牌啦，條牌，看到個。嗱有當點樣一條 MRR2 我咁樣冇掉啦巴啦，然後去食好料。咱今日個再落嘛嚇？今日個再落嘅 style。OK，今日是 I think 等我看。我這裡是咱應該講幾個故事嘅，冇啦，那個南西先生，你邊話車邊講幾個事咯，咁啦。你諗冇幾個故事嗎？梗係冇心理準備呢啊！個早起就係佢講冇冇。講幾個事啊？佢嗰時我一人講啊，了一點鐘咧。那人見聽南西，你話嘛唔知人見聽你講啊？是咩？嚇！即係我有一個咧，我直直愛講，我直直袂記啊。其實我看到同伊講，無，等陣我嘛是對佢實句，講。我講你搶咗對嘢講嘛，你搶咗對嘢講嘛。我先講緊住我聽一本留言嘛，伊嘛講一個講頭嘅，伊嘛講伊媽嘅阿姨嘅金蘭結拜姐妹有冇？佢講伊是做講頭嘅嘛，是唔是？而家你未婚？而家你未婚係咪嘅？所以我就想起，我頂擺我有一個 friend，特別我好久無甲伊人無甲伊 keep contact 嘅啦，所以伊甲我講伊有一個姊吼是小小公公，你看你嗰度。這邊嗰時記得咯。抌蚊吞打咗，抌蚊落腰，好多glass咁，好多glass。就是一邊落影，一邊見啊。所以就講伊一個指示講嘅咧，我講做咩你指示安款？伊講actually伊只係教嘅咗定咪？特別咧，因為伊個歌吼早熟噶，伊個。細漢你是早熟甲 test 嚟講頭啊？所以 test 早熟甲做迄種茅山嘅物件可能。迄種茅山物件啦，做講頭啦，每人講啦，下面咪。所以所以吼，伊有時候伊個吼就 test 咯，然後 test 伊指紋嗰種。所以 test 吼未曉驗出來都對哦。你什麼伊 test 迄種是曉迄種嘅講頭吼，伊迄種所以按照白路伊唔知我就估無解看得啊，特別。迄時我在是伊指吼是10幾歲、30歲來嘅，你無趁出門嘢。哎呦，了你是安怎帶到厝啊？安怎曉嘅講頭啊？是安怎咧釣嘅是？伊釣是意思講直直愛出去吹大波嘅咯，迄種曉嘅講頭咯。所以發發電肯定紅頭咯，所以伊飲白伊啲厝會無頭出來嘅。伊唔是講笑迄種啊，伊即係講伊。真正起曉迄種嘅咯，安尼可能，因為伊 before 伊無，你看你早教讀冊會真正乖。有幾啲哦，你是即係伊是家己建造咧，家己落輪 test 咧。啱，伊落輪 test 啫，伊 test 伊家己嘅智慧你馬仔伊至少因為較濟你曉做你袂都講學嘛，你都袂曉安怎解嘛，所以就是安尼看咯。了伊個有一單吼，因為我聽到下面講人去做迄個拖迄個下面啊。拖迄個公頭，拖迄個下面按公字可能行嘛，所以伊高本有做啊，快
濟人知嗰種，就係幾十年，即是邊一個得咯？冇 KL 嘅，至30年整嘅數嘅啦。伊人咧就過嚟人，就去一個幫位，佢哋幫是多百多嘅咯就。多百多查某嘅嘛，所以similar甲日本留意你看呢，上個差唔多similar留意看，特別人去查一支唔知係咩物件，滴個啥物哦，滴講去查落迄個伊個網迄邊架，所以人查哦，人講是會出來嘅咯就哦，所以查咧我個肯走去查，就講迄梅子嘛，多百多嘅嘛，所以有影出來咯就哦，出來人驚，走個了。你無頭無 Q 出來，一頭走個了，走了過後吼 ，slowly 是慢慢是唔是？一間死個了咯就，一間死，我有咧是即是安尼款，即下家己死去，了有咧是弄車，了有咧互幫電機，看死咯，了村我朋友個無死呢。喲，大咩啊？像我朋友個無死，了我朋友個在下面數啊嘛，無理我朋友個了。一個對調死㗎了，所以伊知應該是喺你做事咯。了，伊就走去一個暗，叫迄個暗嘅師傅help伊啦，叫伊啊。了，迄個師傅就講，迄個鬼就是對調路了吧路，伊徛喺後口迄邊暗後口等路。了，伊甲伊迄個師傅就甲迄個鬼傾咯，講咯，了迄鬼講。我愛淘汰了，我愛去下面做人道對了。本地我只久啊，我死了，我做咩亂去查一支行，我未淘汰去了，所以伊真正去行。伊講我害到我，你看我愛亂死㗎了了。你係真係個無害的伊愛害伊啊嘛，就是伊個債嘛，就是quite dramatic。伊嘅小妹甲我講嘅時，我朋友甲我講嘅時，咧伊講誒，真係就出名就一人債嘅，我是。from 伊香港了啦，了小妹迄個師傅唔知安怎甲伊解咯，甲伊講傾啊，安怎啊，甲伊解，所以伊家無死了嗰種，伊家無死了，咧伊家辦過伊唔知安怎，查甫鬼唔知安怎伊甲伊 maybe 甲伊超度啦，甲是蝦米咧伊家無死，特別伊朋友甲了死甲了，伊講真啊一人在 KL 嘅這裡，喺你留一排啊，幾十年前嘅人甲了在這個數嘅，伊。一間就是一個啦，內邊一間5間內邊，一間就是一個咯，一間一個，因為我是我講，一間無死就是，無死一間就是一個來咯。但我希望啲個我係一個我係堂嫂講嘅，你講咧，伊講是，伊講就是去食訪台灣，台灣都冇少去啊，台灣伊講。伊講伊去到嗰時，伊講一房間嘅時，伊看到一個都伊個名稱吼，真奇怪，一擺嘅position 真奇怪啦。伊一個就向在間嘅門，一個就向大一門嘅咋。伊講伊就哪裡會向門？伊就只嚟講，真係奇怪嘅，即房間嘅內名稱係啲奇怪 position，啊無去想呀，然後困，阿咪困一對人大啦，困一時，伊講困一半暝。伊電視機佢開喎，你係講，哎呦，真係亂，幫人請起來電視機開 ，OK 請起來咧叫伊按解冚，叫我家陣解冚，個電視機解冚呀，冚起嗰時伊都冇寫蝦米，早起時就張egg，伊講張egg伊開抓水未喎，冇抓水喎，然後就拍電話去伊找我嘅 room 講，我就過來你幫你找冇抓水，一對來是 already 伊個骯髒嘅嗰時啊。伊講，哎呀，做你長零水，咁冇啊，都有抓水，你哋奇怪啊！你講你講真係嗰隻係咩物件？你講紅險，伊就想到講，哎呀死咧，就係唔知是講滴水房間嚟。哦，對個，對嚟吹風筒未開，嗰隻未開啊！你排啦！伊講係針對一人爾，伊講係死我講唔到話咧，伊講。伊應該是講一來講準備即個房間。香條，安尼看可能又奇怪又 curious， 即個伊一人困嘅。無解紅，解紅啦，咱伊紅無講啥物物件啦，是伊垃圾奇怪啦，是伊家己垃圾，你又解紅講吼。伊無垃圾奇怪，伊是垃圾講，安怎伊名稱安尼 position 放安尼無好勢嘅，是講，
伊翁都無插，伊翁都冇咁咁你要換鎖吉嘅咯，做伊咯。maybe 下啊是伊講伊唔知是伊去嘅借喙去講一啲。隨佢講啊，咁你要講做咩啊？你咁笨嘅啊，咁你要講掉啊，你特別講伊掉你，咁了伊翁，咁了物件會用無歹伊嘅一隻人，咁了伊袂做注意吹紅湯袂行咧。但係啲咁講咯，伊講驚啊，伊講伊驚鬼，伊講。你困嘅時無數啦。困嘅時無，伊講伊困嘅時唔知個。伊困嘅時是電視機單，伊唔知解冚佢到對。哦，冚到對呢。然後就去請起來無做注意時，我無去想到過。特別感覺按掉伊長伊對來是啲吹紅湯時候，伊吹紅湯派伊翁特別過會抓水，過會開伊入面，伊較死死嚟講滴住伊啊 ，baby。所以特登我能接學校啊，下面我都直接行徑，都嚟使大聲講，我都啲線裏邊講，講我嚟這邊㗎。大三字呢，大幾字呢？看我無個只我人唔是講有意思來插亂路，我來正價是伊呢，了我人是困呢，過後我人就走來大幾字，我就走了，無插亂路，按你款講啦，就 OK 了嘅，上台按講，有時按講就較 OK。我打，阿布蘭，阿布蘭。我翕相影翕吉隆坡。一定翕嘅有少少，個翕嘅手。你香港咯，香港我有陣時OK，我都會收一啲穩定。有本事我直接行嘅我嗱三站無對片，我冷陣啊，不爽嗰啲我嗱三站無面對片啦。了過後我就。是穩定啊，一支係是穩定啊。冇啦，穩定買嚟應看掉。所以我就講，過後我講我來正間大一名呢我人無插亂路，我大一名我就走了，你看，講可能嗬，了就迄個無去哦，迄種嘅感覺迄種嘅哩嘅感覺就無去哦就 OK 去哦，因為伊啥是有插亂我淡薄唔驚，我直接去切去差唔多有揸20分鐘可能是啦，頭整20分鐘可能是。因為差兩淡薄，想看伊個淡薄，唔使個燈係乜別記啊，就估嘅數啊。所以就所以講一句啊嗬，伊說無去哦，想陪人 release 去啊，想陪人，唔知咧聽眾會使家己 try 啦，達到，會到你有可能 experience 想自家迄個 hotel，你垃圾人無好勢嚇，你講一句，你看埋你嘅 feeling 會 go off，你嘅感覺會 go off 咯。少大啫。就大啊，講我無差亂啊！我知你是這邊界嘅本地這邊界嘅人，成個可以 respect 啦，都尊重伊隻咯，你看咯，แล้ว就 OK 啊，แล้ว有你 OK， 有你伊根本咪插路嘅，有你家伊愛人尊重嘅啊，嗰時係咩？呢件事你唔是講你有講咪講你咪 share 你做咩事接教？教你接康教啊！你叫你等你講三點去寫，講係咪先？講唔知個教。接康教是，我成日講留啲康教嚟點講。我話掉諗咪講嗰隻。我係開一個 episode 是康教嘅嘛。或者講，點知嘛是住什麼點會講係阿仔？人係講前時都講我 share 白之類嗬，我上次前則一人打條再講嘅，則一人係 share 之類嘅。咁問你，我問你細漢嘅事，細漢嘅事你講 OK， 即是南西嘅 biography。你派隨冇機會跟我跟南西哪人嘅喎？所以哪人啲拍 cocktail 到啲之後，我能教安邦。安邦飲豆腐。了不下所，你細漢嘅事，你是唔是你會記？你看到幾個時候，你細漢都會看到咩？4回可能。4回。應該是你捌講過，你厝人有人會看到嘅，你 family。Actually 我嫌伊是我爸會看到啦，特別我爸唔講啦，我嫌伊啦。那你厝過別個人，你想別個人會安怎看到？你唔是一個啊，一小弟。個小弟只無，伊人無。兩個人無。
แล้วลูกเสียหันสิ有感覺成日講你唔甲人講，你看到嘅物件呢，還是你？我想頭一個細漢咧，我是想講唔知啊，就是袂曉講。我想講，因為頭一個人我想講甲咱人看到，了所以做係做驚嘅時吼，就垃圾講袂使講啊，互人等人講我笑嘅。因我相信有遐呢經驗嘅人，甲了。伊說細漢我看見人，本是甲我想一個，你看呢，達到誒，甲了阮頭一個，大家講，唔知人會講我笑喎，不像個識sense咯，你看識sense嗎？識sense係你見啦，嗱，因為伊媽阿種看伊，從頭整嘅時，伊媽加伊嘅朋友，甲了阿種看伊，甲了是唔是看伊講有 problem？所以伊是叫佢 can Bruce Willis 去 consult 伊嘛？我人本會驚，會安尼款咯。我人本會驚講人一定往厝人想講往笑，往嘅家己朋友個啦想講往笑，咪甲往做朋友，往會安尼款。所以較大漢咧，較 confident 啊，甲講，因為我有聽到講，有看咗一鬼戲啊，嗰時看到有人講啊，人看到啊，係咪我人我會講出來咯。你講嘅 remind 我，你頭一個看到嘅物件係咩事回事？我頭一個啊，頭一個 experience 學幾大聲咯。頭一個 experience 學幾大咯。學幾大？特咩啊？嗰時特咩啊？你講即係 Scarlet OK 啦，是唔是？特別是特咩嚟喎？你講你馬人講？我講我唔知做咩，我別好講喎。可能我有講啦，因為我死會啦。可能我有講你，可能人垃圾講，人我比較 express 啦，我比較講啦。可能是我有講過，我別記啊。特別我唔係是真正，我真正到下嘛講梅灣嘅。我30歲、20幾歲，我出來讀 college 啊，我嘛講梅灣，因為伊人看，伊人垃圾條厝有，伊人看到厝有。特別我看到厝有，個來梅灣，我講是啊有啊，我甲講是啊有啊。人過來講做咩？我冇甲人講，我講因為頭一個細漢，可能我甲人講過，人無相信。你話到佢後天咧時，個垃圾無需要講下咯，講下咧佢真聽到咩？咁都人講話。人講話嗰時係咪？個有我好啊，細時講 normal 啦，也真係 common 啦，唔要緊啦。有看到啦，關事啊嘛。無垃圾迄個是一個拿出來講嘅嘢啦，無垃圾伊應該拿來 discuss 嘅嘢啦，你看咧，แล้ว個出來考慮下啊，出來做工嗬，แล้ว做朋友講嘛，有你個白條，有你甲我想，你看咧喎，我本有白條甲我想嘅哦，แล้ว佢講你本是有啊，是我本是有啊，我講出來，我 share 出來，我 experience 哦，想咯，差不多想嘅咯，咁了，差不多本是幾歲 start。แล้วพออีแต่สี嘅 feeling ก็แล้ว是想咯，แล้ว看到嘅時啊，迄個 image 啊，安怎啊，ก็แล้ว係想嘅咯。你頭先看到時，你無想講只驚咩？你係細漢嘅。我唔知是蝦米，因為3、4歲我個袂講。蝦米叫人，蝦米叫。我個袂知講蝦米叫鬼叫人個。特別學鬼帶迄個 feeling，我本唔知是蝦米個咯。我唔知是學鬼帶，我是講我有可能，做咩我有可能 feeling 就是袂叮當，了做咩會看到，迄個伊看到我喺度。你唔是學鬼帶啦，你可以看到個。我會看到過嘅。我開目睭，開袂到目睭，了開到你看目睭吼，直直看到伊嘅。你目睭會使我家就看了吼，你就看到伊滴淚，伊看到你嘅面情爾，安尼。所以我唔知迄個是叫蝦米。我唔知迄個叫鬼，嗰是叫蝦米，我唔知。然後佢後頭頭看到啲我媽我講嘅厝，我本是唔知迄個是蝦米，因為學鬼笛時，我本唔知蝦米叫學鬼笛嘛，我4歲嘛咧會知，我是知講特咩有一種 feeling 我真係驚咧。種 feeling 我真係驚啦，來笛我真係驚，我別叮當啊你看咧。咁 next day 我唔講嘅，因為細漢嘛。佢後。大漢淡薄較減了，後邊本是有 every week 本有一兜嘅。你估啊？every week 教我教困咩？18、9歲咯，教我出來 college 有啊，搬嚟 KL 本有啊。較少啊，可能一個月2兜。嗰時就只會是就特咩，你是
那大漢啦，那少那去。啊，大那。特別你咪是常啦 ，almost every week 會點點。啊，會。你未成日講大嘢嘅上面咩？未穿啊，唔夠困。啊，咯，人家。特別我是本關係嘅。關係啊，特別人家無安尼。教育我無安尼，安怎講啊？佢講話，正常嚟講，用咯，無你用。健康。啊，人無你用了，有影是變青青，變青青變白白。哇！變青青，我20幾歲本是變青青，深深的變灰。你舊家嘅時期，你嘅看到成日講 ，OK， 你再講下這是幾來啊？係咪？你10歲嘅時幾時成講就哦，這是幾來，是人嚟。我去了小學加本來11歲啊，本來11歲，甲阿家講搬會掉，甲搬會掉，家會去注意，伊說我家會去注意講這個是下面，安尼看。我唔係有物件，有你看到嘅鬼是上加 normal 人可能哦。還是你會知講係你是幾來得掉？因為我較 lucky， 我看到嘅是甲了吼，嘅 image 甲肥，我無像我有個朋友啊，真正明嘅，真正明嘅。我無像特別有一道咯，真正平嘅是迄道講嘅咯。我佇一個當晚嘅看佇車內，伊連車迄個是真正平咯，迄間。迄間真正平啦，迄個是仲也是真正。伊毋是講隔離咯，只是垃圾講，會當賣拄着好啊。伊無隔離，比伊做甲愈真氹轉咯，做甲愈搬車死咯，做甲愈直直行錯路啊，直直話安怎好啊，直直行。直直唔知安怎做咯，規個直直行錯路咯。你我未諗過這是你會寫psychic嘅power呢？我psychic power咁麼？你psychic power是你幾歲時你阿家 start 嘅成日感覺？我會諗過咧。我 first time 拉薩我係psychic嘅事是你所講原來我冇淡薄安尼款物件啦，特別。在真是假可能有得即個啦，冇100%啦，就是我嘅朋友弄車死嘅時候，我朋友弄車咯，因為伊弄車死了，我唔知話咩車，特別 before 吼，我後面就一頂車，迄頂車是金色嘅，了後尾吼，我係應該是我翁嘅朋友嘛，我後尾我翁去伊 funeral 對來時，我翁講。唔知換咩車咧啊！你看，伊唔會掉啦，伊可能騎喺 funeral 對嚟。我直頭講金色咯，金色嘅 Honda 一個咯。你咪有人準仔，係咯，我準仔啊。我是真年冇記到伊了，你什麼一啲個到一啲 KL 咯。Just keep in touch with phone 了啦，你看了。你伊講人準仔，我唔知哦。是金色 Honda 一個，了，做尾伊 double confirm，伊打電話去問，是真嘅金色嘅 Honda 一個。你就劍四看低嗰條招嚇，然後你會記掉嘅時講，唔知佢都係記掉咧，還是你 before 伊死正路綁掉？有陣時是綁掉嘅 ，accident 卡就是綁掉嘅話。我 accident 然後有時 accident。你是較早已經綁掉，還是 after 過發生事話個綁掉 ？before 伊死嘅。before 伊弄車，應該是 before 伊弄車啊。你是講安尼看啊？你知嗰時是做嘅哦？你綁掉是？我唔知。我唔知做咩。after 時你個知，所以你未使講拍電話去叫經過啦，講你綁完車那邊，還是未使？你較濟唔知係咪啦？我較濟唔知，我啲就是講安尼款吼，我會特登feel 到吼，我真正我頂擺啦，我佫袂曉 manage 我一種嘅安尼款嘅物件時吼，我特登有真係 worry 嘅 feeling 你知我頂擺，真正有 worry 嘅worry for nothing 嘅喎，你我佢講特別有事發生啦，有影有事發生嘅哦，所以特別是安怎係咪事咧啊？你看，所以我有問過。我唔會叫我 church 嘅人啦，我講我係怎做咧嚇，即係有我係怎 deal with 即係，我有陣時有去 Christian 嘅 church 本嘅，之後
Catholic church，我講有去 Christian church，所以 pastor 有去教講，伊真好啦，伊甲我講，伊講阿婆，伊是阿婆人嚟嘛，伊講阿婆你 pray 講，佢肯人 overcome 這個事咯，你 pray for 伊啊，先落去講。啊，意思介伊去找迄個 answer。因為我個有家己親自去做啦。啊，家己親啊，叫 God 去講你去合這人哦，去合伊啦。你互我知愛安怎去合去人啦，互我知安怎做咯，你看咯。因為我有影白曉哦，了我捌到一個師傅哦，伊本是Catholic來，特別咧伊本是有甲我上好師級嘅咯，了以後醫病喎，伊更加伊 level 更加懸嘅咯，所以我調啲坐飛機到沙拉瓦找伊嘅咯，我調啲找伊才知道了，我唔會伊，我講我有款嘅 feeling，我真正。你哋煩惱。我真正煩惱，我真一年就是安尼款咧，我真煩惱，我真一年吼，我真艱苦過哦，但我真有事發生吼。幾歲啊？幾下時？我接幾30幾歲後嘅迄時，我 start 因為我 start 我有影講，袂使了，我特別 do something with 我這種嘅物件咯。So maybe 是緣啦，我捌到一間師傅咯。伊甲我想想咯，伊講是 Catholic， 伊講伊怎麼伊是 born Catholic 嗰種，伊只是個 taxi driver 呢。伊還未本袂曉，伊講伊40幾歲，自己揸汽車，伊有可能司機去了。然後伊有影知好了是安怎咯？伊是就講看到人，伊知講你係咪病？迄種 something 我本有淡薄安尼款呢，我本會安尼款呢，我有 sometime 我本會講，像我你較無事嘅啥物？嚇，像我自己before 我一個朋友嘅爸，伊講伊爸真正大熱，唔知蝦米事了，真正唔準了。我甲伊講，叫你爸去 check 伊嘅 liver。了有影伊 check 啊，對我講有影咯 ，liver 有事啊，我咪 check 伊嘅 liver，因為講時我看到 liver， 看到伊嘅 liver 細伊邊個大邊唔是常準啦。了一間師傅是真正準，你打電話給伊哦。特別快3單咧，我無看到伊啊啦，到我成間我都無用對伊沙拉瓦邊個。你們啊？我鬼多啊，大佬。講別聲，無啦講雲南話，你等啲。你唔係講是鬼嘅？佢講你冇啫。然後伊吼抽電話哦，伊會知你面是安怎，你穿着蝦米衫伊本知，你厝安怎伊本知。你厝，因為我袂厝伊時，伊甲我講，你厝甲我厝上嘅嘛？伊講上嘅，一個沙發一拄無物件嘅，空好呢。我去了有影，我去厝伊時，我去厝，有影是甲我厝上上。因安怎拄到伊呢？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伊介紹嘅，伊介紹我捌嘅。我介紹我捌嘅。伊是在講你介紹咧物件，還是？無啦，即係講看病物件啦啦。伊講你今仔看病阿咪來找伊，因為伊嘅厝吼，伊嘅厝嘅囡仔甲了看病吼，找伊哦。咧伊來，伊打電話給伊叫伊爾，甲伊講了哦。咧甲伊講免記伊本嘅，甲伊講叫阿咪藥吼，因囡仔只愛藥有影好去嘅喎。伊講伊頂擺伊就袂曉即個物件嘅，伊講伊頂擺袂曉，伊是有自己會曉，咧有影吼會曉知吼路邊蝦米草蝦米是食貨蝦米好嘅喎。伊會曉哦，咁你會曉跳東去嗰度。伊10幾歲，甲實會曉跳東。哇！伊是本開到你，伊講伊本唔知，伊講唔知做咩伊會安尼款。咧伊只是一個 taxi driver 呢。我去找伊本是一個 taxi 來載我呢。伊60幾歲人伊本是伊爸都70幾歲啊。我爸10幾年，我爸就10年，沙拉古晉那邊。了。伊講伊本唔知，伊是甲你講，我是一個 taxi driver 呢，伊講，我10幾歲就是安尼款，了甲你會曉跳東去，我本唔知安怎會安尼款呢。伊唔是講愛趁錢哦，蝦米嘅喎，你愛買互你伊本不要緊呢。你有陣時我有一個心啦，留人是唔是啊？互伊紅包錢淡薄可咯，是陣時安尼款伊無甲你討無蝦米嘅。咧伊跳東安怎隨跳東？我看過一道呢。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IC 嘛，伊 ICU 嘛，伊是唔知一下可能引起咗了無請伊哦，等叫伊過來咯，我請伊過來咯，請伊過來，所以我看過一道咯，伊佇伊厝，我朋友伊厝跳咯，所以伊本無用講真啊濟蝦米物件，了伊講伊入伊厝，伊就看到伊講你厝。
是毋是？迄个涂骹有做过？因为我朋友会问，我朋友嘛讲是咯，敢唔敢做涂骹的模式？伊本看到，伊本知。伊讲你厝的模式是毋是咁去过？但比我看到，我看袂出伊的模式是新的咯。因為差唔多1年來了伊的模式。然後我看袂出伊模式上甲新鮮模式啊，甲是有油漆啊面無咯。像normal可能頭可能啊，你一看會到。伊講是哦，伊講年頭是，迄時我朋友是年尾了咯。特別伊頭講佢做塗骹做着啦，因為亂做塗骹無看一支無請。哦，煩着。無請，所以影響到，你會驚。特別我朋友是人是啲香港嘅咯。影響條你驚嚟講。你本看你本仔。你睇這裡好，到底 hospital 咧，攞咩事？是有路，佢又揾病號。你有時請伊過來是看會叫啊？我看會叫，看伊做下面件無咯，伊就愛死啊，無辦法啊咯。我下面本 try 啊嘛。我下面會個咧，我下面伊交條醫院就 try 啦咁樣啦。所以行經。所以我屬格嚟整佢。我都話啲卡拉係位。我啲卡拉係位講幾個數啊？驚啊！我講佢卡拉係位條恐怖咯，就係哦。咩數？講？全他幾個數嘅嘛？我哋呢邊夾個分算定時呢啊！都行西路去關單咯，一條路前啊幾個數嘅。我下面聽講哦，伊樣是達到行我木生嘅西路有幾個數嘅起來講，真正濟，佢哋幾個數。佢哋關木生，我聽過一個，我講過啊，應該是聽過一個。我朋友嘅故，伊是關單屯間路人嘛，所以另外部這海位嘅時哦，部卡拉海位是達到行西路對來 KL 嘅嘛，所以有時當我未行，在迄條路哦，有一個彎哦，是有一個路達到有一個人講咧，有一個人喺迄邊個等你咯，有一個人喺邊個等你。所以人講 ignore 伊就會曉咯，所以迄隻人normal很行啦，有影看到咯，羅開門看到，伊顧家伊朋友羅開門看到，對來 KL 一條路，你咪出聲，伊有影一籠幫人車咯，人貴咪插伊，咪載啦，幾幾冇看燈頂個冇，幾第個冇看到，即係佢有賺咗咯，伊計白白嘅。蝴蝶改白白，有吉利，yang lun，因為有時我朋友過來咯，yang lun咪出聲咯，lun咪講，然後人講，因為人講過啊有一個彎嗬，伊就冇地氣啊喂，伊又冇地氣啊喂，等去到呢邊架，因為伊在睇到呢時到呢邊架嘅，所以彎咧有一冇地氣喎。見，真行咯，真係得路出來咯，一頭正行頭先，一頭哦，一頭落來這邊咁有嘢，我驚我愛喊出來了就上一天來，Oh my god！你是到底車成個都趴到去車頂嘅咧，行落來看，Oh my god！愛喊出來啊，我驚，特別你愛亂嘛，你愛做無數，一家胖無，佢真冇啲，認真啊！你攞嚟看哦，正夾白到落嚟攞兵。你迄種架路就一隻嘛，卡就一長嘅嘛。有陣時我會看到是講卡嗬，伊是你會看到一個真啊大嘅卡嗬，一啲用嘅嗰度，一動嘅，一都貴呢。哦，都貴啫，貴卡係貴卡係頂呢？刷巴落前真正可能嘅。刷巴落前真正可能嘅。咱行慣是刷白路嘅人吼，較濟會拄到嘅一種嘅垃圾物件。伊卡，伊邊啊，看巴倒落來伊卡。啊，所以安怎咱真我袂記啊，尾是伊人是有影攆甲伊無地氣咯。走無地氣，伊是做伊人愛人伊迄個人伊嘛。是啊，我就整個山路㗎啦，是司機。免驚。我會塞得樣嘅。你塞得？我對個南西地我免驚，保庇。有企我車我會塞得樣。有。免驚。但是企我車啦，你愛講佢咪驚，你到底在錄音，有冇時聽到呀？你別行物件，我不就等於咱是聽佢調酒注意聽下，後面物件。
特別你講安尼款，有看幾物件，你明插早起暗暝毋是？還是暗暝較濟？伊咪會較濟咯。伊我感覺講暗暝早起啦。像 busy 有時亂嘅，佢無咧濟啊。啊，人濟會咯，特別是人濟，迄個會陰本是上嘅。本是上嘅。即係人講暗暝較濟，較看得鬼。暗暝甲暝因為陰了嘛，了人我人本是大熱啊嘛。OK， energy 本較 low 啊嘛，過咗6點，因為甲人本成了嘛，你做工做幾日啊，你 active 咗幾日啊，你較 low 啊嘛 ，low 嘛是一樣嘅時間啦，即係一樣是 anytime， 是講我人早起我困車，我較精神啊，我嘅人講啊，我爽過我人嘅，係咪講嘅你？我捌聽過嘅是講暗暝是 sometimes 人嘅 focus 就暗暝你較平靜嘅嗬，平靜嘅你較會丟掉，又嘅。你困你成啊，你困落去時啊，你會 focus 嘛，你困落去時，你會mind較 clear 嘛，較清啊嘛，你做了你成啊。我咪做工啊，或者無想去搭路啊嘛，較 focus 咯。本時講我人大一了啦，我人成了啦，我較 relax 了啊，你無物件你做了你物件了啊。你其實 start 聽迄邊咧福建嘅時，你其實會知就講我有講幾個歲。我係朋友啊，我一個朋友介紹我嘅。哦。伊叫我講，伊講聽真係邊咧福建，應該找我講會曉講福建話嘛。所以叫我聽，了我聽，即係我甲下面上，我甲地平上嘅，聽一落嚟 episode 嚟起來講咯。冇想過是正人愛聽啊，兩三年起來講。因為有人有影聽真正久嘅起來講嘅嘛，聽兩三年，伊個 ready 嘛，伊驚無嘢講嘛，比無嘅啦。阿 Johnny 教，係咪？阿 Johnny 教，會叻我人講嘅啦。伊我是為你講你頭時你起來俾你學嘅講嘅時，有一陣嘅時，啲路線嘅事上面。但係走嘅是唔是？阿邊你較無起來？無，因為我國機阿妹見那細漢嘛，我條俾行康你個未在啲學校講，你旁邊講，驚我考。對。阿邊就攞是緊頂咯，阿邊。愛教啊，我愛教緊頂啊。愛教緊頂啊？就快嘛哦，是唔是？人去山咩？人要。忘記鎖掉呀！你無你去啊，你無拉手你去啊 block 咩？其實 block 我睇清咗，你咪分數。我係分數。Kendaraan berat ikut kiri. Wah, kira lah, kira santai bukan meh? Oh. Wang ki Bukit Janda Baik. Bukit Tinggi Janda Baik. Janda Baik 裏邊有 resort 先，所以嚟西大裏邊伊規間三甲bungalow，可能好多大 barbecue 嘅。哦，就收嘅。哇！嗱，即係而家上班咯，正。都上班。哇！都看。真水哦，也出張嘅了。即係個咧，有些片嘅，迄個巴里布勞啊呢？一定唔是跟頂過到最近過到個7月14嗰節啊，嗰時叫吉利嗰度哦，吉利嗰度哦。37啊，嗰時38啊，人拜拜嘅了哦。actually 伊嘅巴士有本地了咯就係。有冇聽人講咪係？伊落山嘅時候有浪着，唔驚啥物嘅。了人伊個買換巴士，伊個買 stop，伊買換，伊硬去，然後出事。內邊有一間是我嘅朋友，我嘅一個 colleague 嘅 customer 嘅爸。哦。有一間。呀。你要哇是基本。拜拜哦。喲，正啊。伊是拜拜嘅。有隻牛，特別做咩7月14期啊？真係笨蛋，好笨蛋我唔想咩啦，都拿晒幾厘蚊啦，喺你時間期，就是讓鎖定做咗一 promotion 的嘛，喺你問，應該冇人期嘅，冇咩人期嘅你問，我哋 family 個了，玩個了咪期嘅，喺你問都冇人期笨蛋嘅個了。7月人講咪去環山環海咪去山海咪，我貴啊嗬7月。貴啊！貴啊！站去貴啊！站去後尾直接嘛係嘛？直接啊！唔知哦，我唔對啊。對，站去後尾直接對。站去啦。你兩個拜啊？拜了。
今年揸快啊！今年揸快，你講特擺揸腦筋呢？揸腦筋，醫生我嗌揸自己我唔係，你講腦筋啦。啊你學對地我唔使喎。雲端做乜神？貴啊！雲頂嘅喺你 entrance 啊。哦，你去雲頂。下站去雲頂嘅。哦。雲頂半數不唔夾起來，特別我馬路去咧是雲頂甲 further down 不嘅定機嗰邊夾愛換喺個布加爾 hill 嗰邊夾。當我過暗坑。我嗱家仔咧做 recording，我其他會家正日講。即係高家會啊？即係冇家會，我其他會家正日講。未啦，之後落邊去做好啦，咪先。之後落是去喺你入面嘅East Coast。哦，去格蘭丹。去格蘭丹呢？哦。是我把刀對來去澤拉丁啦，去 Club Med。Club Med 未去過，你只邊講被派好醫咯。Club Med 頂到係幾時對我冚卡？一路呀，行卡呀。啊。咁你本特朗普你可以不計你本無意這邊格加 exclusive 特步。這是真係 exclusive 個。關丹，澤拉丁咯，關丹澤拉丁。關丹那邊咯。哦，係使把刀對來是喺邊度？誒，我唔方便你 trip。嚇，俾我介紹去呢邊㗎。嚇，你講貴個數？一定係講貴個數。喲，我拿貴個鏡。綁釘啦！誒，我就係夾綁釘啦。你有學過啊？我冇學過，特別我垃圾綁釘啦就係吉利咯。伊名講吉利。即係講綁釘啦。都唔係我愛經買多條係咪哦？我頭先我經是買我買多條綁釘啦，因為綁釘講食貨入面吉利啊死嘛講緊。啊，這邊講吼，這麥當勞食少嘅咋，唔會有食麥當勞。喺麥當勞哦，是你早起早嚟食 breakfast 哦，但係應該食零。啊，哦，我算數。我算數嘅，阿妹你我算嘛？早一人我還是人愛來正甲食 breakfast 食咩啊？早來正甲食。麥egg。麥當勞嘅 breakfast。麥egg 好啦，麥egg 好正。哦。嚇，麥egg。我見麥egg 入面係特個 ketchup 咧，是一啲 pickle 咧。Ayo gerakan laju. Ini kasih orang ini在 container。Gerak。I搞啊，頭先先。哦。貴啊。嗱，我到去一塔啦。有一塔。我喺邊個厝啊？頭先。喺邊個？一個喺你 Berjaya Hill 嘛？有攤去。visit 有攤醫嘅嘛，一個 tourist site 嘛，頭前嗰隻 tourist site，叫咩啊？唔知曉叫咩啊？有攤大嘅，有 resort 嘅，有迄個，有下面香港下面法國村，然後個有日本村啊呢。哦。啊，有攤坐馬。關丹呢度220幾條 ，M 是幾條 ？KM。我本東其實去。啊，正㗎，本東正㗎去，加拉正㗎去。係啊，你諗咩咪小山啊，真係會了，咩一間老厝。你擼個機嘅細機嘅呢？安怎？我嘅細機啊，我唔會，喺你細戶我講話怎做咧，因為我特登。我覺得青紅山啦，到底係喂，我想做到啲個好嘅啊，少嘢冇嘢。貴啊！我冇看到。貴啊！但係一邊。這邊貴啊！我想我看到一樣做，我想做家人看到啫，特別俾佢老，唔知話感覺還是這樣事。我係老花是有一貴，你幹嘛啊？應該不可能我，你看你老陸其實應，我老，你把陸其實應都 show 一樣，即係可能老會有人行過哦。我是特登看到嘅啦，特別是當我不看唔到啦。我是特登看到有人行過車路嘅啦。我到啲會，我企喺啲邊格會看咯。你企啲會，我成日我看到對面，特別 confirm 是，特別 confirm 是無人企啲邊格啦嚇。係我 confirm 是無人啦，特別到處邊我看到一定做車，我想看到一人特別面見，我邊叫你寫字頭前有人，特別咁。特別紅衫哦，紅衫。我冇看到。我想紅衫是竹竿你成啊竹竿嘅你 uniform。哦 uniform 冇啊。講家姐。講全啊！係好啱。即係我啱冇用，啱我交多家姐。我是冇100%肯定啦，特別我
我是目睭是有看到有人啊，是讲我无100%讲是人还是目睭花什么？我是看到一人，然後落到對邊紅衫。南山路 feel 到嘅有嗎？無 feel 到就無。冇啦，無 feel 到，冇，唔是我 feel 到，甚至我 not necessarily 我達到我 feel 到嘅，是有幾米 K 我車嘢啊。嚇，冇，我車冇。你隻會？你講嘅嘛？一直都同你按格啊，條條嘅 K 條往車。妖嘛，有車走。我車冇啦，冇 feel 到冇。OK，看到對是。對佢看咩？佢徛啲邊架咩？嗱，你看到是路有影是看到。啊，正甲買鏡，買文東嘅鏡，真啊好嘅，迄種人一櫃來食嘅。落啊，加老鏡啦。啊，你買菜啊，你會使買淡薄桂枝菜。哦，而家先有人在菜下正。啊，你使買迄個 passion fruits。哦。passion fruit 買好你 parents 食買東西。啊，買因為正甲在菜。哦。所以佢哋忘記愛菜咧，就是山嘅菜嚟。山頂菜嚟。山頂菜，你睇，你講了，你係個講了你係，你知啦。西極。哇！咩事？意思講好食。啊，正係吧？你按照你嘅後尾嘅 practice。我每日生活，我講到底喺按照，我唔係這種 feeling 啦。我講我有影買啦，我唔係直直看到啦。可能你係講，你直接你喺你家己喺冚嘅個照。我中意喺冚，你幾後伊講有影咁咯，幾後我有影是automatic家己喺冚。死好驚啫！我未數，睇唔到啊！你是一隻山，貓山王啊，真夠榴蓮醬。我嗰條貓山王你。我佢哋啲想食就冇山嚟。得咯。咁食啲白色白啊。再唔是啦。我哎呀，死嗰隻群嚟啊！講家姐啊，講家姐。OK， 我代冇，而家我未去食。我去食了啊！感謝各位聽住先聽呢排個都係少聽邊一刻嘅節目，我大家南西未去食啦。感謝，拜拜。拜拜。